點解猶大書咁重要？其實可以由兩個層次去睇。首先係作者嘅身份，猶大係耶穌兄弟，佢由當初唔信到親眼見證耶穌復活，進入榮耀之後徹底歸主，甚至成為初代教會嘅長老。長老係使徒行傳15章2節有記載。保羅、巴拿巴與他們大的紛爭辯論，眾門徒就定規，叫保羅、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的，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。使徒行傳15章2節。佢呢種由懷疑到堅信嘅生命歷程，本身就非常有說服力。其次，呢卷書係一個歷史視窗，佢帶我哋返去早期耶路撒冷嘅基督教運動，等我哋睇清楚當時嘅教會係點樣建立，遇到咩困難，甚至連當時信徒點樣讀經、點樣敬拜，平時有啲咩教會活動，全部都記錄喺入面。所以神學家強調，想知初代教會最真實嘅面貌，細讀猶大書就係答案。